成日講，而家香港銀行瘋狂派3厘、4厘港元高息，定期根本唔係派福利，係金融風暴，殺到之前最恐怖嘅求救信號。90%香港市民都傻傻走去存錢賺息，以為穩賺不賠，其實一步步踩入銀行設落嘅大坑狗穴，一場大變，隨時炸碎大家嘅積蓄同樓市。想象一下，你最近隨手打開手機銀行 App， 又或者行過香港街頭，隨便一間銀行分行，都會見到一件超級離譜，但又極度吸引港人嘅怪事。各大銀行搶住推出3厘甚至更高息嘅港元定期優惠，門檻極低，收益吊打。往年任何時期，淨係擺住筆閒錢，唔使炒股，唔使炒樓，零風險，坐喺屋企就有利息收好多。香港街坊即刻心喐喐大嗌，銀行今次係真係免費派錢，爭住將手頭所有流動資金轉做定期，就怕遲一步冇得賺。朋友圈群組日日都有人分享存錢攻略，邊間銀行息最高，邊個存期最抵，幾乎成個香港都陷入咗高息存錢熱潮。但我今日講句真心話，資本市場從古到今都冇免費午餐，銀行更加唔係做慈善嘅善堂。呢種反常嘅高息搶錢亂象，表面係紅利，實質係藏喺光鮮表象下嘅致命警報。呢場全民跟風存錢嘅熱潮背後，係香港金融界無人敢當眾揭穿嘅結構性巨變。而即將到嚟嘅9月，將會觸發一連串市場變數，直接拿捏每一個香港普通人嘅錢袋、月供同資產。一邊係散戶盲目跟風狂歡，一邊係銀行暗中恐慌避險，兩種極端局面碰撞，入面藏住嘅風險，絕對超乎你想象。好多人淨係識睇眼前嘅幾厘利息，卻完全睇唔到利息背後。成個香港金融體系正在悄悄失血，樓市正在突逐成壓，普通人財富正在無聲縮水嘅殘酷真相。好多普通街坊睇唔透內裏玄機，淨係天真以為美國準備減息，全球資金自然會回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經濟回暖、市場復甦係必然嘅事。銀行加高利息讓利俾儲戶都係理所當然。就係呢個大眾固有嘅錯誤認知，令無數人跌入市場精心編織嘅思維陷阱。表面睇，高息定期係穩賺唔蝕嘅好事，儲戶零風險獲利，銀行吸納資金周轉，看似雙贏，實質係銀行喺經濟寒冬殺到之前搏命自救嘅唯一手段。想徹底睇穿呢場亂象嘅本質，首先要搞懂最樸實、最真實嘅銀行生存邏輯。呢個邏輯唔論文，憑唔講理論，純粹係金融市場運行幾十年嘅鐵律。銀行開門做生意，從來都唔係靠收存款賺錢。核心盈利方式就係賺存貸息差，同大家開間士多開鋪做生意一模一樣，低價入貨，高價出貨先至有錢賺。銀行用高息吸納大家嘅港元存款，呢筆錢係實打實嘅硬性成本，每日每夜都要計算利息支出。想要有錢賺唔虧本，就必須將呢筆資金以更高嘅利息借出去，賺取中間嘅差價。按照而家香港3厘左右嘅定期利率，銀行攬存成本已經居高不下。想要保本盈利、維持基本運營，對外放貸利率起碼要4厘以上先至有微薄利潤。但大家捫心自問，今日嘅香港市面仲有幾多老闆、企業投資者肯頂住4厘以上嘅高息借錢擴生意、搞投資托市場？早幾年香港經濟興旺嘅時候，通關無阻遊客，遍地消費旺盛，樓市節節上升，市面生意火爆。開店創業炒樓、企業擴張嘅人絡繹不絕。嗰陣時銀行根本唔愁放貸，唔愁賺錢，市場資金流轉順暢，市民消費，商戶賺錢，企業擴張，銀行放大成個市面，欣欣向榮，形成完美嘅正向循環。但今時唔同往日，而家各行各業都係縮規模、守現狀、減開支，鋪頭執笠，企業裁員，項目停工早已成為常態。好多老店老字號撐唔住結業，中小企紛紛收縮戰線，盡量減少負債，避免投資。市面借錢擴張嘅意願跌到谷底，幾乎冇人願意背住高壓利息負債前行。大家嘅心態都變成咗不求賺錢，只求保本。市場借貸需求極度低迷，銀行大把資金閒置，有錢都借唔出去。喺咁惡劣嘅營商環境之下，各大銀行反而逆勢而行，不惜砸重本抬高利息，搶大家手上嘅港元流動資金。呢種完全違背商業常理嘅操作，淨係得一個真相。香港銀行體系內部已經出現嚴重嘅流動性缺口，各大銀行急需海量現金，填補資金窟窿，提前儲足彈藥，應對即將全面爆發嘅金融風暴。好多香港人對金融風險嘅認知仲停留喺1997年金融風暴嗰種斷崖式崩盤嘅畫面，股市、樓市一日插水，
資產瞬間縮水，財富一夜蒸發，危機來得又急又狠，人人都可以直觀感受到市場動盪，人心惶惶。但而家香港面對嘅金融危機係一種溫水煮青蛙式嘅隱性失血，冇驚天動地嘅暴跌，冇鋪天蓋地嘅新聞，冇即刻破產嘅恐慌，卻日日悄悄抽乾成個市場嘅底氣同活力。呢種緩慢嘅致命傷害，遠比突發金融風暴更加恐怖，因為佢極具迷惑性，令普通人身處危機之中都渾然不覺，甚至仲為眼前短暫嘅高息紅利歡呼雀躍、沾沾自喜。大家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被慢慢收割財富、稀釋資產。曾經嘅香港係名副其實嘅亞洲金融樞紐，外資紮堆湧入，歐美東南亞海量港元資金持續流入銀行體系，銀行長年資金充裕，同業拆息長期維持喺極低水平，資金池多到水浸，銀行日日諗住點樣將錢借出去賺錢。但呢幾年外圍地緣環境劇變，內部經濟結構大調整，外資撤離嘅腳步從未停止。雖然唔係一朝一夕嘅瘋狂出逃，但每月每季持續走資，日積月累之下滴水穿石，直接令香港銀行體系嘅基礎貨幣不斷萎縮。昔日水浸嘅資金池，一年比一年乾涸，一年比一年淺薄。而家嘅市場看似風平浪靜，萬事太平，實質底子薄到離譜。手市場波動，手頭資金調動，就足以演化連鎖位置骨牌效應。一旦有大型跨國企業本地追投集中，抽資大鱷外資批量離場，本就脆弱嘅銀行資金鏈會瞬間斷裂，即刻觸發大範圍流動性危機。為咗避免陷入無錢可用資金斷裂嘅絕境，全港大小銀行達成咗無聲嘅行業共識，就算承擔高昂嘅資金成本，犧牲自身利潤都要死鎖住散戶手頭嘅流動資金，將市面所有閒散港元資金牢牢留喺銀行體系之內，絕對唔俾資金隨意流出。呢場全民追捧嘅高息攬存熱潮，本質就係銀行業集體睇淡後市、極致避險嘅真實寫照。銀行比任何散戶、任何財經博主、任何分析師都清楚市場嘅真實底色。佢哋日日對接資金流向，掌握市場數據，洞悉經濟冷暖。佢哋寧願少賺甚至薄蝕，都要高價囤錢，手握足量現金熬過寒冬，足以證明未來數月甚至未來幾年嘅香港經濟遠比大家想象中嘅更加艱難、更加黑暗。好多街坊仲心存僥倖，成日喺網上睇消息，聽人吹水，覺得市道再差，熬過9月就會有轉機。網傳美聯儲9月大概率減息，香港跟住降息之後，資金就會大幅回流，樓市、股市都會強力反彈回暖。而家嘅高息困境自然會解開，所有壓力都會煙消雲散。但我可以好直白同大家講，呢種美好嘅幻想，純粹係普通人嘅一廂情願、自我安慰，完全忽略咗香港金融市場最殘酷、最現實嘅底層邏輯。多年以嚟，大家都有一個誤區，以為香港利率完全跟隨美聯儲同步漲跌，美國加息，香港必加；美國減息，香港必減。但真實數據擺喺眼前，兩者看似同步，實質存在巨大利率落差。呢個落差就係今次危機嘅核心關鍵。美聯儲近年加息週期累計加息50個基點以上，力度極大，幅度極高。但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加息幅度卻唔夠10基點，兩者之間形成咗前所未有嘅超大套利空間。就係呢個巨大利率差，令海量國際大資金瘋狂借入低息港元買入高息美元，穩穩賺取無風險套利收益。呢種穩賺不賠嘅生意熱錢，絕對唔會輕易放手。按照市場普遍預測，美聯儲9月就算如期開啟減息，都只係微調式嘅半厘、一厘小幅下調，溫和放水謹慎調整。呢少少幅度根本填唔上港元同美元之間日積月累嘅巨大利率缺口。稍為識啲資本邏輯、睇過市場走勢嘅人都知，跨境資本逐利係天性資本，永遠流向收益最高、風險最低嘅地方。區區小幅降息，絕對唔會令數千億級別嘅美元熱錢放棄現成嘅無風險套利空間，轉兌港元湧入香港市場抄底。換句話講，就算美國預期減息，香港嘅走資困境不但唔會有絲毫緩解，反而可能因為市場傳聞預期落空，引發新一輪嘅恐慌性走資，令本就脆弱不堪嘅金融體系雪上加霜，壓力倍增。各大銀行提前大半年佈局，不惜血本，瘋狂搶港元存款，正係精準預判咗9月之後嘅市場動盪同資金危機，提前做好全方位防禦部署，築牢自身安全防線。銀行手握海量數據，專業團隊可以提前避險，抱團自保，從容應對變局。
但身處市場底層、信息滯後、認知有限嘅普通香港市民，就成咗呢場金融避險戰入面最無助、最被動、最受傷嘅一群人。所有風險最終都會轉嫁到普通人身上。呢個就係香港金融市場最扎心、最無奈嘅痛點。銀行高息攬存嘅自保操作，所有高昂成本、所有潛在市場風險，最終一分一毫都變相轉嫁到千萬供樓業主、普通剛需家庭身上。普通人默默承擔咗成個金融市場嘅壓力，好多供樓街坊完全唔知情，唔知道自己嘅月供壓力、資產縮水同銀行而家嘅高息攬存行為直接掛鈎。香港嘅按揭利率常年跟住銀行同業拆息浮動，同業拆息嘅高低直接決定咗全港數百萬市民嘅月供壓力、生活質能同資產價值。只要銀行持續高息攬存、瘋狂鎖錢，市場整體資金成本就會居高不下，同業拆息根本冇下跌空間，甚至會持續走高，再創新高。呢就意味着香港嘅高息環境絕對唔係短期現象過渡狀態，而係未來長期持續嘅新常態。大家要習慣高息、供樓、低資產回報嘅日子。無數供樓家庭日日朝九晚五，辛苦打工揾錢，省吃儉用儲落嘅工資，月供入面大半金額都係白白俾銀行做利息。真正可以抵扣房屋本金、屬於自己資產嘅部分寥寥無幾，好多業主仲傻傻觀望、苦苦等待，盼住明年大幅降息減負，頂住每個月沉重嘅高額月供，幻想樓市快速回暖、資產升值、利率下調，以為挨過一陣就會雨過天晴。但殘酷現實赤裸裸擺喺眼前，只要銀行整體資金成本落唔去，按揭利率隨時再度上調，最優惠利率亦會持續高位運行，普通人嘅供樓壓力只會越嚟越大，負擔越嚟越重，完全冇有效緩解嘅跡象。回望過去10幾年，香港樓市之所以長盛不衰，投資熱度爆棚，人人爭相入市，核心底氣就係超長週期嘅超低利率。2008年之後10幾年，本港按揭利率長期維持喺1厘至2厘嘅超低低位，買樓收租嘅回報輕鬆高過供樓，利息持有房產不但冇壓力，仲可以穩定賺錢，資產增值，人人買樓都有錢賺，樓市自然一路向上，熱度不減，全民追捧。但而家市場邏輯已經徹底完全反轉，昔日嘅樓市紅利時代徹底終結。而家樓市整體租金回報率淨係得2厘半到3厘，但普通人嘅供樓利息高達4厘以上，租金收益完全覆蓋唔到每月嘅供樓成本，形成致命嘅現金流倒掛。持有房產唔再係資產，反而變成持續虧錢嘅負債。呢種極度不健康、完全扭曲嘅市場狀態，徹底打碎咗所有買家嘅入市信心。樓市購買力被全面冰封，徹底枯竭，根本無人敢輕易入市接盤，生怕高位站崗持續虧損。樓市嘅惡性循環仲喺不斷加劇，持續惡化，完全冇停止跡象。一邊係市場購買力徹底枯竭，令人願意入市接盤；二手成交極度低迷，新盤去化緩慢。一邊係各大發展商手握數萬房新盤，庫存嚴重積壓，資金周轉壓力爆煲，債務到期壓力巨大。為咗快速回籠資金，緩解自身生存危機，避免資金鏈斷裂，發展商只能不惜代價低價傾銷，以價換量。新盤售價持續下探，層層降價，直接帶崩成個二手市場價格，令二手業主資產持續縮水。二手業主一方面要承受新盤連環降價帶嚟嘅巨額資產縮水，房屋市值一日比一日低；一方面要背負巨額高息房貸，每月剛性支出巨大，雙重壓力夾擊之下，好多普通業主撐唔住長期嘅資金鏈壓力，被逼無奈，恐慌性拋售，大量恐慌盤湧出，進一步壓低樓市整體價格，形成降價拋售再降價嘅死循環。呢個係無解嘅惡性循環，赤裸裸嘅金融博弈。只要銀行唔放鬆高息攬存策略，市場資金成本居高不下，香港嘅高息寒冬就唔會結束。時調整下跌嘅行情亦都冇底線、冇支撐位。好多普通市民以為樓市、股市低迷只係短期市場波動，捱幾個月、半年就會反彈回升。但其實呢啲表面漲跌都只係冰山一角、表面現象。真正令全港銀行集體恐慌，令香港市場徹底變天，令普通人財富持續縮水嘅，係一場極少財經博主、分析師肯深入拆解、敢於直言嘅深層結構性巨變。呢場變革唔係短期政策調整，唔係外圍市場波動，而係香港金融定位經濟結構、資金流向嘅全方位重塑，直接決定香港未來10年、20年嘅經濟走勢同市場格局。
亦都係當下所有市場風險、民生壓力嘅終極根源。熟悉香港金融發展史嘅人都清楚，香港嘅核心定位一直都係內地對接國際市場嘅超級橋梁、唯一窗口。呢個定位支撐咗香港幾十年嘅繁榮穩定。過去幾十年，中美經貿往來緊密，全球化貿易蓬勃發展，跨國企業扎堆，亞洲扎根香港，將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資金樞紐。離地企業出海融資、境外資本進入離地市場，全部都要經香港完成資金兌換、跨境融資、資本流轉同貿易結算。當年嘅港元憑借自由兌換匯率穩定，全面接軌國際金融體系嘅絕對優勢，成為亞洲核心嘅貿易結算、投融資貨幣。本港銀行坐擁海量優質企業大客戶，巨額跨境資金流水，賺得盆滿缽滿，從來唔愁資金、唔愁業務、唔愁盈利，市面一片繁榮。但時代已經徹底變遷，格局徹底重塑。而家全球地緣格局、經貿模式、企業融資體系全部發生顛覆性轉變。香港傳統金融優勢不斷弱化，逐步被替代、被邊緣化。首先係外資格局嘅巨大巨變，地緣政治博弈持續加劇。中美經貿脫鈎趨勢明朗且不可逆，大量跨國企業持續縮減亞洲區域佈局，撤離香港市場，直接帶走咗海量企業運營資金、跨境資本同高端人才。香港銀行賴以生存嘅核心大客戶資源大幅流失，昔日水浸式嘅資金盛況一去不返，徹底終結。比外資撤離更加致命、更加深遠嘅係內地企業融資模式嘅徹底轉型。呢個先係香港港元貸款需求斷崖式下跌，銀行業陷入困境嘅核心症結，亦都係好多人忽略嘅關鍵真相。早年間內地金融體系尚未成熟，信貸渠道有限，市場化融資機制不完善，人民幣融資渠道有限，融資利息偏高。內地優質企業想低成本融資，獲取海外資金，首選就係嚟香港借港元、借美元，依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降低整體融資成本。當年本港銀行手握海量穩定、低風險嘅優質內地企業客戶，企業借貸需求旺盛，還款能力強勁，壞賬率極低，銀行放貸穩定，收益可觀，風險可控，成個金融體系良性循環，持續運轉。但今時唔同往日，內地金融體系早已全面完善，高度成熟，人民幣貸款利率跌至歷史低位，國內信貸渠道便捷高效，融資成本低廉，政策穩定安全，絕大多數內地優質企業完全唔使再遠赴香港借高息港元資金，唔單止新增港元貸款需求徹底枯竭歸零，好多過往多年喺香港融資嘅內地大企業，仲主動提前全額償還香港港元債務，將境外高息負債全面置換為境內低成本人民幣負債，大幅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呢一場全國性嘅融資模式結構性轉型，直接抽空咗香港銀行業最核心、最優質嘅業務根基，大企業客戶集體退場，跨境融資需求暴跌，港元對公貸款市場近乎崩塌，全面萎縮，對公優質業務全面縮水之後，香港銀行被迫調轉經營方向，轉型求生，將所有業務重心全面壓喺本地散戶同中小微商戶身上，完全靠普通市民嘅存款、小額信貸、按揭貸款維持運營。但偏偏香港本地實體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嘅衝擊同挑戰，消費外流、生意慘淡、經濟收縮，根本撐唔起銀行爺往日嘅盈利需求同發展規模。北上消費早已成為不可逆、常態化嘅超級大趨勢，唔係短期熱度，而係長期格局。每逢週末、公眾假期、寒暑假，數百萬香港市民拖雙攜眷，奔赴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大灣區內地城市消費購物、餐飲娛樂、休閒甚至短期定居。大家去內地食飯買嘢、美容健身、補習遊玩，幾乎所有日常消費都轉移咗陣地。海量港元資金持續流出香港本地經濟循環，兌換成人民幣喺內地流通消費，原本應該留喺香港本地餐飲、零售服務、文旅行業嘅資金，源源不斷向外流失，徹底脫離本地經濟體系。以前嘅香港經濟係閉環循環，市民喺本地消費嘅每一分錢都會流轉到商戶手中，商戶賺錢之後擴大鋪位、招聘員工、升級經營、存錢入銀行，形成完整嘅本地資金內循環，帶動實體經濟同金融行業雙向發展，互相成就。但而家呢條維繫香港經濟多年嘅良性資金鏈路已經徹底斷裂，無法修復本地商鋪客源銳減、人流稀疏、生意慘淡，無數售屋徹夜、臨街老店勉強維生，苟延殘喘。
根本冇多餘利潤去擴張經營、投資、創業、更新設備，自然唔會主動向銀行借錢融資、擴大規模。香港銀行就此陷入進退兩難、無解嘅絕境。外資大客戶走咗，內地企業唔再借錢，本地商戶唔敢融資，市場完全冇優質放貸渠道，但銀行仲要維持日常運營，應付金管局嚴格嘅監管資本考核，應對每季度固定嘅流動性審查壓力，走投無路、別無選擇之下，銀行業唯有將全部攬儲目標鎖定喺本港中產同退休人士身上。呢班人手頭有長期積累嘅穩定積蓄，風險偏好極低，追求安穩保本，願意長期存放定期，係當下動盪市場之中最穩妥、最可靠嘅資金來源。於是全港大小銀行紮堆，開出3厘、4厘嘅超高定期利息，不惜一切代價瘋狂吸納散戶資金，將普通人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血汗積蓄死死鎖喺銀行體系入面，填補自身資金缺口。好多街坊心底都會疑惑不解，銀行花咁高成本攬儲，高價收翻嚟嘅資金又借唔出去，賺唔到息差，到底靠咩維持賺錢、維持運營？呢個答案好扎心、好無奈，亦都係香港經濟最真實嘅現狀。而家香港銀行不惜高息吸納嘅海量存款，絕對大部分都唔敢投放市場放貸，唔敢做高風險投資。一來市面已經冇優質安全嘅借貸項目，企業唔擴張，個人唔投資，放貸無路；二來市場經濟低迷，壞賬風險極高，一旦盲目放貸，隨時會出現大規模爛賬，得不償失。呢啲高價攬翻嚟嘅港元資金，最終只可以老老實實存放喺金管局，賺取基礎極低利息，又或者買入零風險低回報嘅政府債券，靠住極其微薄嘅息差勉強保本，維持基本運營，幾乎冇利潤可言。呢種詭異被動嘅市場狀態，就係經濟學入面典型嘅資產負債表衰退，係一個地區經濟下行、市場信心崩塌最典型嘅特徵。成個市場邏輯徹底顛覆，全面逆轉。無論係大小企業定係普通個人，所有人嘅核心目標早已唔係借錢、擴張投資賺大錢、追求利潤最大化，反而係拼命存錢、縮減負債、節流避險、死守本金。企業唔再借貸擴張，唔再投入新項目，個人唔再貸款投資，唔再盲目入市，全民進入被動避險、躺平觀望模式。成個社會經濟活力持續萎縮，不斷低迷，日漸消沉。呢個核心邏輯亦都完美解釋咗點解港股樓市大幅大跌之後，資產價格已經跌到近年低位，卻依然冇海量資金入市抄底，拉動反彈。因為而家香港市場流傳嘅資金性質已經徹底同以前唔同，完全變天。以前盤踞喺市場嘅資金係進攻型熱錢，追求高風險、高收益，隨時準備入場撬動資產，拉升行情，賺取差價。而家滯留喺香港銀行體系嘅所有資金，全部係防守型避險資金，只係散戶為咗賺取穩定利息，規避市場風險，暫時留存嘅閒錢，完全冇進攻意願，冇投資動力，冇入市信心。當成個市場都充斥住躺平避險、觀望等待嘅資金，冇增量熱錢，冇投資信心，冇交易活力，大家都惜金如命，不敢消費，不敢投資，想等待牛市反彈、市場回暖，根本就係天方夜譚、痴心妄想。透過呢場全民狂熱嘅高息攬存亂象，我哋可以清晰透徹睇到香港金融角色嘅深度重構同格局重塑。呢場結構性轉型漫長又痛苦，冇捷徑可走，冇短期解藥。所有香港市民都要被動承受轉型陣痛。隨住人民幣國際化持續加速、穩步推進，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核心樞紐嘅地位不斷強化、持續鞏固。未來本港銀行業嘅盈利重心、業務重心、發展重心一定會逐步全面傾斜，向人民幣跨境業務、離岸金融浮貿、內地對接業務。但喺新舊業務交替、金融角色轉換嘅漫長陣痛期，香港傳統港元金融業務必然持續萎縮、不斷收縮。港元資金長期緊缺，高息環境常態化，將會成為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嘅既定事實常態格局。昔日港元資金水浸、利率低迷、樓股雙旺、人人賺錢嘅黃金時代已經徹底落幕，一去不復返，再也翻唔去。好多普通市民睇唔透深層邏輯，只識睇表面現象，仲將銀行高息存款當成天大福利執到寶，盲目跟風紮堆存錢，殊不知自己眼中嘅穩賺紅利、免費着數，正係香港經濟持續走弱、金融體系承壓、市場活力流失嘅最真實佐證。銀行高調派發嘅超高利息，從來都唔係真心讓利回饋市民，而係市場風險累積嘅溢價。
係銀行業面對資金流失、業務萎縮、經濟下行，無奈自救、被迫求生嘅手段。背後係持續不斷嘅走資潮、產業持續收縮、市場活力持續流失、經濟根基持續鬆動嘅殘酷現實。對於每一位普通香港市民、每一個家庭嚟講，當下嘅市場環境、經濟格局早已冇咗以前遍地紅利、閉眼賺錢嘅黃金機會，反而處處都係隱形陷阱、未知風險、財富收割。好多人被眼前短期嘅高息紅利迷惑雙眼，被過時嘅市場幻想、過往嘅成功經驗捆綁思維，要麼盲目加槓桿、入市抄底、樓市、股市賭市場反彈，要麼過度透支負債、透支個人現金流、透支家庭積蓄。最終只會喺呢場百年一遇嘅金融結構性變革中，淪為犧牲品，被市場無情收割。資本市場最殘酷、最真實嘅真相，永遠係認知決定財富，眼光決定收益。普通人淨係睇到表面紅利，眼前利益清醒，人先可以睇透深層危機、長遠風險。喺呢場前所未有嘅金融大變局面前，所有人嘅僥倖心理、跟風心態、投機思維，最終都會被市場狠狠懲罰，付出代價。經濟收縮週期、金融轉型陣痛入面，普通人活下去守得住財富，永遠比賺快錢搏反彈仲要10000倍。守住個人現金流，控制家庭負債率，規避未知市場風險，先係當下最穩妥、最聰明、最踏實嘅生存之道。千祈唔好貪戀幾厘利息嘅短期紅利，唔好高估市場回暖嘅速度同力度，更加唔好低估呢場金融結構性變革嘅深遠影響同長期殺傷力。資金持續縮水，經濟持續低迷，市場持續收縮嘅大環境下，所有短期利好都係假象，所有跟風熱潮都係陷阱，唯有風險真實存在，持續發酵。那麼最後我想問，當銀行瘋狂高息攬存，看似免費送福利嘅背後，藏住成個城市金融體系嘅避險恐慌同長期性結構性衰退。無數香港市民仲盲目跟風追捧紅利，對暗藏嘅巨大風險一無所知，靜靜等待被收割。對此怎麼看？如果覺得呢條片嘅乾貨夠貼地、夠真實，徹底幫你睇清香港金融樓市背後嘅隱藏風險同底層邏輯，記得點讚、留言、訂閱我頻道。我會持續拆解香港樓市金融經濟最新變局，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平民避坑思路、財富守護技巧，幫大家守住自己辛辛苦苦賺返嚟嘅血汗積蓄。唔好錯過後續深度分析。